同志们的好消息是，马上要放2个月的暑假了。坏消息是，中考、期末考各种年终大检查来了。我不知道网友们在期末最头痛的是什么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我们共同出谋划策。我个人觉得比较麻烦的是 PPT 材料汇报，有个博主分享了3分钟可以速成 PPT。首先打开 DeepSeek， 输入万能指令，我是谁，我要做什么，有什么要求。复制文案内容，打开聊天工具搜一搜小程序 PPT 创作岛，粘贴文案内容，接下来配对选择合适的模板，有几百种模板供我们选择，等待几秒钟就自动生成了一个完整的 PPT。 如果想要 PPT 讲解的逐字稿的话，只要将 PPT 发送给 DeepSeek， 它就能给你生成讲解逐字稿，这样3分钟就可以完成 PPT 和讲解逐字稿。这个使用场景太广泛了，